为着要对抗中国伫太平洋继续扩大势力，英国、美国即马正在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攻击舰舰。那英国的军火商航太系统和英国政府即马有签代表1500多亿的合约，要投研发上新的军舰。即马甲中国有主权争议的菲律宾，因是举办海军的联合军演，美国、英国、日本甲加拿大拢有参加。 顶礼拜，中国海警军舰伫南海东部，挖菲律宾的帕拉瓦吉达，也就是中国所讲的威严岛附近的海域，因甲菲律宾的渔民赶走，地处双方的关系紧张。这嘛造成这礼拜由菲律宾主办的济国海军的演习，时机更加敏感。Fundamentally, exercise Sama-Sama is about enhancing interoperability, fostering regional cooperation, and tackling non-traditional challenges that transcend our borders. 这个演习拢总有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加拿大，拢总5只军舰参与。纽西兰、澳洲、法国、甲印尼是派观察员加入。演习的主题包括反潜、航空、甲搜救等等，也若强化印太区域，因应中国扩张的作为。另外一个重点是相关国家水底的战略。伫顶礼拜，台湾头一只家己造的舰舰海鲲号公开了后，英国政府嘛伫当地时间7日宣布。 已经甲重要的军火商英国航太系统签新代表1560多亿的合约，研发上新一代核动力攻击舰舰，按照2030年代会开始服役。 Today, I can announce that we've signed contracts worth £4 billion with leading British businesses to drive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st powerful attack submarines ever operated by the Royal Navy. 根据美国、英国、澳洲3个协议。 强化西太平洋岛链南平水底战略，第一阶段由美国甲英国先部署核动力舰舰，伫澳洲西边的海域；第二阶段由美国甲现出时上新型的攻击舰舰卖予澳洲；第三阶段由美国甲英国合作，协助澳洲建立自主核动力舰舰研发的能力。也若英国上新型的攻击舰舰，也是澳洲后一代舰舰参考的样本。公司新闻，齐家人编译。